生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？那你现在告诉我，30万和现在的一切，你和你妈的命值了没？我老公回天阿峰只值25块钱。啥子意思哦？我还认为你是敲诈哟。30万绝对不够，我的儿子那我们才值30万嘛。小伙啊，你现在可以账上30万，这辈子啊你都不用愁了。这个不能这么做。之前我们没发现你有什么不对劲。在宇宙里啊，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世界，在那些时空里都有我们。